现代人生了少，所以每一个婴仔拢是宝贝，而且有新的妇女面对疫情的威胁，更特别辛苦。所以3年前，业者就真有眼光，就让设计上悬规格100平盈利室，有稳面接触的科技，有智能防火管理，以及甲便宜同款独立的负压隔离室，用医疗顶级的安全监控，为台南产后护理之家建立新的指标。7号开幕典礼，无死性祝祷，祈求喜乐平安满满。市长黄伟哲等各界贵宾嘛拢到场精彩祝贺，场面简单隆重。请用剪彩。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在此刻。在疫情期间怀孕生孩子产妇跟新生儿都需要特别的照顾，而且也都蛮辛苦的。那真的是为难了我们的护理人员。那我相信在协乐产后护理之家，经过我们护理人员的悉心照料，能够提供给产妇跟这个新生儿最好的一个照顾。所以这个是真的是让人蛮期待的。那我相信协乐产后护理之家设立之后，我们少子化现象应该会少一点，搞不好会多生很多人愿意多生一些小孩除了产后护理之家，还有小儿科，还有药局，这样的规划呢，本身就把整个医疗跟护理全部都结合在一起。那刚好建好之后，刚好这个疫情爆发，也刚好充分证明我们当初在对于感控还有对于疫情的这些控制的一些动线，还有一些设计上面有的一些特别的做法，刚好验证了妈妈的房间里面都是完全有自己的独立空调，他们的空气之间不会混用，不会像一般的饭店都是用，或者是医院都是用中央空调嘛。那我们是完全独立空调，所以可以非常确保，至少在这个部分可以非常确保宝宝他们还有妈妈在里面住的非常的安心，尤其在感控的这一块。这地2000平号称6000级的产后护理之家位伫安平，虽然无透露收费，只强调以这款高科技规格设备甲专业服务，已经算是平价享受。咱的新闻管制采访报道。